来继续来看台中的公车企业客运共弄死东海大学的女学生。讲3年前，共这间客运嘛弄死嘉阳高中一个女学生。当年这个女学生的妈妈有写一张12文的批，予台中市长罗秀燕，讲市政府予伊2万块的慰问金，但是无一句的道歉。这个妈妈真切心，讲2万块退予市长，请市长甲囡仔行医。这个妈妈佫讲3年过去了，同款的悲剧佫来发生，讲这个台中市政府完全拢无得到假释。小予台中市长的一封批，批内底一字一句，拢是妈妈对查某囝的思念和不甘。伊的查某囝3年前伫咧高中学校门口去企业客运弄死。批内底写4月30，对每一个人来讲是真普通的日子，不过对一位高中1年的女学生，一位妈妈来讲，煞是真伤心，惊吓永远无法度搁再见面的日子。所以我当时市长罗秀燕请人送来慰问金2万。对一位妈妈来讲，是见笑受气搁艰苦，我的宝贝查某囝感到敢若价值2万，一个充满未来的生命价值。落尾市政府对家属无回实的，敢若请人交代一句，若是有问题，会当随甲市府联络。女高中生妈妈无耐写，若是事故发生伫咧市长亲情好朋友的查某囝身上，请问市长解决的方式？敢嘛是共款，提2万慰问金，用政治选举关心的声数，老粗办代志。那你2万幸福市长，请甲囡仔幸福我。我不接受，然后他一直塞给我，我就不要吼。你把我的女儿还给我就好，2万块我不要啊！查某囝当时行伫咧斑马线所去公车上，是伊上无法度接受的。妈妈摕查某囝的相片，查某囝坐伫咧飞龙机驾驶舱内底，未来想要做一位机长，却拄着不幸。3年过去啊，同款的悲剧，搁互东海大学的女学生当着，因为台中市府完全无受到教训。我觉得妈妈应该跟我一样，会经历过很痛的一个过程吧。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好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很好，但是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很好。对这位妈妈的指控，市长罗秀燕无公开现场。副市长郑兆新回应讲，会继续要求业者加强司机的训练。我们也会再次的提高在这样子的如果违规下面的记点，甚至考虑说最严厉要收回路权，增加这个处罚的强度。对家属来讲，学生的安全是偌重要。何况囡仔拢是照规矩行伫咧斑马线，却因为安尼无命，就亲像女高中生的妈妈伫咧文章内底写，希望查某囝的不幸会当互市府相关单位时时刻刻提醒家己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